来看台南这顶一道丹那市的重建还未完成，也毋过即阵呢，这花甲沙风台搁互工程，搁再来延后啊。即摆有里面呢是因为厝无通住，所以转伫活动中心困涂骹来过暝。七股区公所表示讲，目前呢是有8成外拢已经修理好势，后手会搁继续来追踪进度。 顶回丹那市风台到即阵已经2个月啊，不过煞也有人逐工咧活动中心过暝，包括昨项花甲沙风台来。才出歹叫工啊，你敢知？啊，即马你叫人刷过来，就得一直刷，啊刷到这阮上尾啊，连估价到现在都还没估嘞。丹那是啊，到现在了。啊，不然呢？啊睡到全身痒到都不能再痒啊，啊就是。 它那个都有蚂蚁在爬，也没办法、反正就是要克服啦。实际来看，因即摆徛起的状况，有挂桌顶搁也未堪，规个厝体也搁哩落，有住户暂时先甲新主牌啊、甲新尊请去厝边摆咧顶下骹。风台较紧啊。各位啊，啊所以即摆遐无人，你即摆先搬来对面遮。 赶叫的，叫民间来看的。有民众虽然是已经有顶坎铁皮厝遐，不过亲像即摆风台来，雨落大阵，共款的涉水，互伊真无奈。啊，阮都刚修理好呢，啊开完那个老娘，阮这拢换个换开啊。修理工程是一直咧进行，但是因为工班工课实在太济，排拢排袂赴，当着歹天就爱搁休困，地书就牵着居民的修复时间。七股区公所强调，即阵已经有8成外拢修理好势，只是有部分工程实在嘛是爱照白班。房子受损后修复的成果然后8高成啦，还有种8高成，因为经过2个月之中的时候，有时储蓄让住户改善修缮的，有时透过公所市府咱水利局地震局、交通局下面好监班，拢总15个监班来协助安尼即目前修缮都还不要去啊。顶届风台，佮加上西南气流，互沿海居民受灾真严重。到即摆，还佮有好无完全，嘛无怪讲，即摆当地民众若听到风台来，心内难免悲哀，心情是错雷蛋。记者台南采访报道。